陈毅那几天状况还好吗？还好，他平常体能都蛮好的，没有听过他有什么心脏的问题。不过，他最近脚受伤，没办法跟大家一起练球，所以例行训练之后，我会留他下来特训。学校规定9点半体育馆要闭馆，你怎么会在12点以后还带着学生练习？你一个教练，怎么会带头违反学校规定？校长，抱歉。这件事，学校会帮忙处理。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他在12点还在体育馆练习，一律说不知道，是他自己留在体育馆练习的。校长，是我同意他留下来的。不能这样讲！要是你这样讲了，我们球还要打。走，还有剩下的球员等着跟你一起上场。路批陣，唔咩來了？錯啊！唔冇喺打聯賽啊？聽講教練係日本人。こんにち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ペイズン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真勁曉呢。我係奧薩卡，我是個粉絲呢。今日本身啊？好啊。我先來去了。好啊。哎，
罗批整整理应该发版没嘞？唔看，叫运用的啦。阿云，看啊！看，哇！谁讲？长西上呢，银行把运用甲杀啊！哦，我不懂耶嘞，好似安怎转啊？来嘞？硬邦那边很丢脸球嘞。我咪讲，教练无来手无相关，也咋太我嘛？好似拍些俺要调试的。有事情啊？周朝，下日还来练战术。走草，给个。我们这个礼拜会进行高密度的训练，接下来就会进行第一段的筛选，会留下你们当中的6个人继续训练。篮球不是玩什么球队游戏，坚持下去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变强，再变强。強くより厳しくだ。讲话。哎，两个2年级的挡拆撞在一起，在干嘛啦？大王在绕圈圈哦。谁呢？你刚刚又没有挡好，你干嘛让他跑？走啦。哎呀，讲话。谁呢？你刚刚是不是跑错了？你知道吗？那你们要教啊！1年级跑错，你们2年级又不讲。大家整體嘅配合係無清好，看見無呢？下拜日要我來球場繼續練習。啊，唔過我會喐飛呢。陳一強，韓國教練咩唔會下面班嘅來練球啊？真是哦，叫娘誒，無好就愛練啊！好啲。喝水。喝水啊！來，好，大家來。是合。初簽的結果出來咧，吼，因前兩場會對到用品，然後太府高中，吼，大家就先不用聽，因親力來拼後輩4場，吼，也建議咧就先找教練金錢高的去練球，對嗎？注意，有冇教練好愛讓我打比賽？錯啊，朱英。韓國讓我韓網打球很風氣。錯啊！好，那亞偉啊，有咧聯絡新嘅人，千萬下禮拜新嘅教練就會來。誒，冇講我愛新教練啊，我愛就很難沒轉來，冇人就去教練。你對，高中生，我用嘅去教練，啊？你會想辦法，沒拜託難沒轉來，注意唔是少。那當然會少啊，總共
下礼拜新的教练回来，比赛会到咧，也是一定重要的事情，对吗？王祝英，王祝英，懂重要哟，会变哦，哦。喝水。杨飞，教练哦，伊现转来咧，还唔知。去杀下来咧啦，还去教练洞察哦。哪个上款啊咧？研究先继续练。你上来了吗？没有人守你，你也上不进。哎、你去打女篮好不好？再来啊！哎，姚纯要你卡位，拜托你卡好不好？你这样摸他干嘛？你是要跟他亲嘴是不是？你再一次，我觉得你就真的去亲哦。教练，我好了，什么时候可以上场？你好了哦，哪里好了？去坐着。看什么看？再一次啊！教练，我想要上场。快一点哦！挡好就进去，你在那边站着，你要教练，回去坐好啦。怎样？你现在瞪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教练对不起。回去坐好，好，谢谢教练。战术拿出来复习。下一组。校长，陈毅的事情，我想要告诉他妈妈真相。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？我现在还是经常想到陈毅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做一个了结。是吗？哎呦，可有以前没有那么亲人。以前他就跟学校附近的流浪狗一样，整天在学校附近晃来晃去。你看，他现在的眼神是不一样的。
常在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领养 Cleo， 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啊？和光篮球队也是一样，我们花了多少心血，才培养出一支冠军球队。维持球队不容易，家长有意见，球员想要偷谈恋爱，任何差错都有可能让我们的努力化为乌有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去做出对大家都好的选择。你要好好想想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承担的。六。最后，哎，阿丁教练，其个是之前带过太湖高中的阿丁教练哦。3号人呢，就会带大家打比赛，基本呢先来看大家练球的情形。啊，来。哎呦，阿丁，欢迎组长。现在，李总，带大家做基本练习，来看一下你的长度到哪。没问题，我们注意。你有冇问题啊？没问题，我们注意。哎，像那么重要像谁来嘅？我来带。哦，好。来行啊！呀。用不会有新教练？迄讲下礼拜。出比赛咧。现在老主任讲的啦。哪个意思啊？然后主任讲，不是现在来讨论哦。哎，好，先去练球啊，练手再讲。冇事情。来。平嘛，来切个家庭。你冇啊？唔调到底吼！没有呀。哎，拿起来。看呢，天啊，惊啊，担心啊，
停好来，家家。家家，专心。喂，喂，妈，你那时候爱转来？我喺啲台北，你唔係出國？唔系啊，你讲口吹，你那时候爱转来啊？我唔會轉去。唔了就酒店以前不唔了出難練哈。不過愛堂中年花好好練球哦。嗯，你讲考慮一下，拜托啦。你吹中誒，愛負責任，愛冷靜，愛帶聽大家，點啊？行兄有上司，早啲轉來看一下。一下都幾多點咧？係唔係愛睡夢咧？好啦，阿門。阿門。给。你还有吗？有病人！你是在干嘛？在正式比赛，你礼让对手，但对手不会跟你客气的。我很看好你，但你必须调整好心态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继续。谢谢教练。专心。要是这次被刷掉了，我就完了。我当然不可能说要退队，我怎么可能还要脸回去啊？喂，你有没有听我讲话？喂，怎么可能还有时间？如果连你都不支持我，那我想我们就算了吧，随便你啊。怎么在球场领供发啊？无品！哎，我刚不是故意的。
哎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较大一些，较大一些，身体较大一些。加油！哎，身体啊，哎，缩肚夹夹，缩肚，缩肚夹夹。你买东西啊哈？哎，今日报名费。来打水表好了啊！冇天分，勇昂，还唔认真练，今日打马疲软啊！拜五暗部，拜六、礼拜留下来加练。教练，娘诶！不过，我也着下礼拜。爱考试，伊下阵时间就要读书嘞，嘛？唔对，我要读书，还是去打球啊？哎，伊下下挨阵唔对教练哦，挨讲马该就会马该，读书，迄唔对这个事情。莫上练着吃饭、饮水、洗身、屙尿、屙屎。中下都会挨到人家服侍都好些好些嘛。下礼拜加练，全吹，然后准时到球场。有听到嘛？有。听到嘛？有。安尼样诶，你处理容易压叫啊？无啊，教练。去躺倒嘞，叫唔会 N 啊？有听到嘛？有。加练过后，迄个系强用按蓝，佢下礼拜就继续请假，继续加练。讲嘛个屁话！什么教练？什么教练？哎呦，教练！唱啦！唱按好插丝，无要再拍屁股扭尾来。唔知讲马该啊？那迄个都太假好诶，迄讲教练无来，因对啊，系你练可能都冻惨诶。那就讲难不会想办法。我该想办法，那个想看嘞，很多想办法。你遐老说有个事情怪到哪鸦片？你继续讲。扭诶啊！你继续讲啊！反向飞吻，你对啊，做过嘛该啊？还问你啊？好嘞啦，你就莫闹嘞啦。无啊！讲嘛个屁话！好气，好好讲出来说。你还那个意思啊？这 fucking 丁丁，你最们简发夫令。好啊，发符令嘛。唔对啊！你要条无情无义嘅狗毛子，那么多人家有盖好，我都唔记得呢。
做嘛？娘的嘛。唔翻喷来，你咩要记着强下偏来？哎呦，歹势啦，也就无教练，大家都唔对用架啥。跟刘妹唔是去个客厅啊？强飞，就快。喂。敢没会上去？哪有可能？佢讲只有去走体，佢讲你怪人其他人啊？只有快啊！下个礼拜，我们安排了连续1整周的友谊赛。首先，第一站，我们要去挑战女篮的传统强队——新北女高。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很好。接下来是太湖、永正。还有南乡高中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没有。下礼拜就要比赛了，应该没有人到今天还搞不清楚队友叫什么名字吧？好，那今天就这样，大家早一点回去休息吧。解散。谢谢教练。谢谢教练。体育总会大型变狗安尼真好啊。外地记着去约点点来，外场有机会啊。有批人，嗨嗨，
你有要乱？我来请啊！上下都可以做任搭15条100块。干嘛？帮你绑。不要哦哟！啊，很漂亮了。给我拿下来。付钱呐。可以。得意死。不要啊！不要。一整，唔爱太多嘞啦。哦，脸有动忝呢。哎呦，唔迄有技巧啦。俺老公讲哦，俺教练空空的呢，因为呢，俺大捏对超核心逆丝竹，逆丝竹呢？卧推逆丝竹，大家竟然都做会睇。太府有一个球员还要求教练真经点体了呢。嘅，你鸦片沟通好吗？懂好啊，水有动强，练球动忝。韩国咧，就安尼啊，我妈给贴皮啦。教练又讲俺要记杂朴书，汉摆转去庙里来做第10分半款。好啊。嘅唔对咧，爱着，爱着要动好啊！你新的教练，后面要进步动作。安尼动好啊。我说你唔失效啦，你做了没有哩？随时都在过来前面看他打球啊！下礼拜会转去南向大泳比赛，嘿哦，希望做得老太个好打一场。好啊。俺老唔讲哦，俺迄唔要冰水哦。嘅当然啦，慢讲啊，慢讲啊，哪一杀手诶？硬猜落咧，歹势，总唔得拼唔点差。我上关啦。约翰总来台北教哦。咩嘿？补充哦。嘅，唔可以打日 NBA 哦。真唔迄咧，迄法吧啦，太公嘛。爱滴啦，声音调的哦。转去生意。
用南方遐打球给用的。第一摆知道你真经历过，应该要丢嘞。看到你应该伫迄所在，我真经都托你回忆。不过毕竟，其实我总想让你讲，我真经都想。我总想让你跟我打球。远道而来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哦，不累。好，那好。我们学校啊，虽然规模不是很大，但是我们这个体育场，我们这个篮球场啊，是 FIBA 认证过的，哦，所以我们学校也非常尽全力的在维护这个球场啊。希望今天我们的球员都好好的给我们多指教一下，这样。谢谢。来，这是你们的休息区，好，那你们先休息一下。好。来，起来，热身做操。南乡高中是今年才刚升上甲子的球队。今天的比赛，我要你们不只是赢，而是大胜。我要的是一场屠杀。今天至少要赢40分，知道了吗？是，教练。其实教练讲我赢赢40分呢。40分、30分唔管啦，千都不一样10分，冇可能。哎，崔总，处理一下。大家记得咯 ，WIN 咯，好，加油。咱就照平常嘅练习，唔是紧张。等下唔着洗上，一样守区域，先打中锋。好子，给你嘞。知道了吗？是，教练。记下来。好球，好球！防守。哎，坐来。坐来。湘南的罗佩珍，南向高中。你们不是今年才刚升甲组吗？新北女高今年不怎么样哦，看他那样子，搞不好最后还是得回去打联赛。不过你也不简单啊，你的水准在南山应该是没有人可以跟练的吧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会来这里打球。我来这里打球，因为有薪水。
好记，很爱什么？爱好记。阿爸之咧，爱转去水河散步教练。伊听错，会很爱出去啊，给安尼，连伊所有用个啥？出跟强飞去看咧啊，教练唔係有吹大，你都得9點練啊。但真困在弹出走得练，给人看 YouTube 练就好了啊，反正教练做嘛该，怎么？你冇可能都一次用飞。好嘞啊，要他轻松哟诶，你打200强啊，太敢懵记得嘞。专业啊。对吗？我真试着不要脱落。对呀。若对未来没有想法，是不是就安然无恙？呀，人的想的无强用，人的想的无强用。轻一些，轻一些，不要那么用力指责我。我真试着不要脱。